欢迎收听5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1章1到5节。路得记的1章1到5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 RPG 要来祷告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章27节。这里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你正在什么样的困难、挑战，或者是已经在一个让你觉得不能、不可能、没得救的一个环境里面很久了吗？今天的经文再次要激励我们，在人看来，天要亡我，是死亡的亡，可是在神的手中却是要网住你我，不让你我沉沦，不让你我灭亡。在今天的经文里讲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很难过，看了很心酸，听了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就是有一个老妇人，她带着2位异族的媳妇，面对到一个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境况。这个境况就是在士师还在统治的时候，这里讲到士师还在统治的时候，让你想到什么呢？延续着士师记，我们看到最后一段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接着路得记就开始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有可能就是在士师记，那时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期。不知道是在前中后哪一个时候，不过记载路得记的作者让人看见了这时候以色列人的境况真的是惨更何况今天这一段经文的主角不是男生是女生。当时女性的地位或是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真的是天要亡我。拿俄米这个老妇人跟着丈夫因着居住的伯利恒遇到饥荒。什么？伯利恒竟然遇到饥荒伯利恒不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有名的粮仓吗？在那个地方应该要有很多的收成，可是拿俄米他们这个时候却遇到了饥荒，不得已只好跟他的先生和他2个儿子搬家，搬到摩押地去居住。那个地方应该是跟以色列人不相往来的地方。在士师时期，我们也看见这2个地方其实是彼此作战的地方。可是在这个时候，饿都要饿死了，只好去到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儿子好像也在那里娶了老婆，生活有了着落。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看似有东西吃，应该是要越来越好，但是先是死了丈夫以利米勒，就这样过世了，接着还死了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其实这2个名字用原文来看，真的是不难想到他们会遇到这样的境况，因为他们的名字就等于当时的衰弱或者是生病的这样的词汇，所以让人看见了拿俄米他的境况，从粮仓到饥荒，从应许之地到寄居之处，在这个外地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和这2位异族的媳妇，因为他们就在摩押地娶了媳妇嘛，他们现在的境况就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也等于无依无靠这4个字。路得记一开始让人看见了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是民族的悲剧，因为
我们如果回头来看，伯利恒这个地方原来是粮仓，却遇到饥荒，很有可能是在当时因着国中没有王，许多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在那里争夺需要的资源、土地等等，可能带来了这兵荒马乱的后果，变成是这地产生了饥荒。但也有可能就像圣经上帝的话常常说的，当人不敬畏上帝，上帝其实很常会透过自然环境的变化来让人警醒。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饥荒。不过不管什么原因造成饥荒，对我们正在经历饥荒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何况是在今天这段经文中的拿俄米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拿俄米即将要面对的就是死亡。可是这段故事却才开始呢。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人灭亡，很多时候我们常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以为天要亡我，却是天要开始让我们经历这位上帝他编织恩典的网络。透过今天的路得记，在一个悲剧的开始，上帝编织拯救和保护的网，让我们可以在不平安和动荡的时代再次的来警醒，寻求不是这个世界的方法跟价值，而是寻求这位能够真实拯救保护我们的上帝。他要网住你跟我，不让我们至于灭亡。在人看来好像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正在遇见这个疫情在台湾从未看过的确诊数字，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中，上帝他的心意仍然在我们当中，不是到我们遇到尽头，上帝才同在哦。很多时候还没有遇到尽头，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如在士师记当中，他兴起士师，为要拯救审判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如今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领受那一次而永远献上的这样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生命在各样的境况中都有盼望。好像你现在在听世谦牧师的 podcast 跟你分享迦南之声的时候，才正经历了这个确诊的道路。在人看起来完蛋了，该怎么办？接下来会不会更惨？接下来该怎么走下去？已经想不到方法了，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已经在那个身体病痛的情况中。然而上帝却在今天要对你我说话，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主，你透过今天这真实的景况，拿俄米和他的2个媳妇俄尔巴、路得，他们真是面对人生一个巨大的挑战跟困难。然而在这样走投无路，看似没有出路的境况下，你却告诉我们，在人是不能，在你却不然，因为你凡事都能。主啊，愿你的凡事都能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让我们行出主你的心意，是在神你的手中被主来接住，被主来使用，也被主来看顾。也愿神你的话语透过今天来向许多的弟兄姐妹说话。这样的情况还没有结束，还有可能有美好的转弯，美好的经历在前面等待我们。恳求主你也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跟苦难中有勇气，因为你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呼求你，主，我们心里就要得着力量，得着喜乐。
恳求主你也来保护保守台湾在这样的境况中，许多的家庭面对到这个关系上的挑战，还有这个生计上的挑战。主啊，恳求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也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智慧，看见神你为我们开的道路，也愿意勇敢来活出你的心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也愿上帝赏赐你智慧、能力、勇气，面对正在苦难和困境的人。透过今天上帝的话语，他对你说了什么呢？那他也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了什么呢？愿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透过我们的话语跟我们的领受，让我们身边跟我们自己就被上帝的话语来建立。我们明天见。